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中间保佑伊的所做，就向伊吟诗，向伊唱歌胡闹，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就因为伊的圣名来盘口，所以妖怪人心内就欢喜。这是咱来吟圣诗，圣诗305首，圣诗305首，我是为基督，请起立来吟。请由阮听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家己的信仰。咱来启应，请掀开启应文第13篇，启应文的第13篇，跟着咱同齐来启应。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将我的罪恶已经洗除，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那尔。你甲你讲话时，显明做义。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求你用如青草洗我，求你洗我，求你予我得着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你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我就将迄个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
因为你无爱这物，若爱，我就要献。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心。咱三角按头来祈祷。全能的上帝，是阮的爸，我要感谢阿罗你，你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宇宙中独一无二的真神。因为你的救赎，你使阮救主基督，互阮遮本来有罪的人得到赦免，得到重生的活命。感谢你赏赐阮美好的早起，互咱每一日拢是新的开始。感谢主，你的包容。当阮离开你的道路的时，愿意接纳回头的阮。阮知主你定定透过日常生活所有的发生来向阮启示。阮知阮伫世间的使命，乃是不断去传福音，互主的疼痛临到阮每一个亲友，以及世间所有的囝儿女。阮要继续努力做你的圣工，请你扶持。当阮软弱的时，恳求无限的主，开阔阮的智慧，学习用主的眼光来看世界。当阮失去气力的时，求主赐阮勇气去面对所有的难关。主神伫头前主的道路，阮将阮的国家、社会摆伫你的面前，求你赐和平、公义伫这个世界，互这个土地充满平安、喜乐。主啊！特别愿你赐予阮中间当咧受着病痛困乏的兄弟姊妹，互因时时当感受着你甲因之地。求主看顾阮，对幼囝到身体衰弱、年老的时，永远无离开阮。也恳求主，逐日将平安甲喜乐赏赐互阮。阮将一切挂落伫基督中来交托，求你来托付，引带阮缀你来行。这时，阮也要同齐用主所教示基督文来祈祷。阮有你的，阮的名是，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行，你带领基督的天灵，阮那个心里在那话，下辈要有外国，希望有下辈要有外人，我领受自己，也替外国的背叛，因为我管你们东西收，大家就去。这是咱来领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第21章15到22节，请掀开圣经节，我来读，请大家来看。第15节，已经食早顿，耶稣甲西门彼得讲：约翰的囝西门，你请我较赢遮的吗？因讲：主啊，是。你知我听你。耶稣甲伊讲：是我的羊仔囝。第二摆，佫甲伊讲：约翰的囝西门，你听我吗？讲：主啊，是。你知我听你。耶稣甲伊讲：照顾我的羊。第三摆，甲伊讲：约翰的囝西门，你听我吗？彼得因为伊第三摆甲伊讲：你听我吗？就忧闷。甲伊讲：主，你有所毋知，你知我听你。耶稣甲伊讲：是我的羊仔。我实实甲你讲，你少年的时用大家己绑，照所爱来行由，独独到老，你要伸手，别人就绑你，拖你到毋爱去的所在。
耶稣讲即话是指彼得要怎样死来荣光上帝。已经讲安尼，就甲伊讲缀我。彼得我当心看见耶稣所听的学生缀因，就是前伫晚餐的时，向我耶稣的胸坎讲：主啊，卖你的人一罪。彼得看去，就甲耶稣讲：主啊，即人怎样？耶稣甲伊讲：我若爱伊伫地到我来，甲你啥物干涉？你就替我。只是请上义团体来学到愿全能主上帝。学到煞请蔡牧师来讲道，特别是服侍耶稣。感谢大家到站，平安。
咱先一人主席，我代表同时甲大家请安，甲地下，用一个底片，互咱知影是人最近的情形是安怎，做来看这个题目。当下。就是来去，咱台湾有3个新人但是咱9月主要要来在会，还是主要要传到业务做就这样。这个人，新人受最主要就是要服侍耶稣，就是今日要各位，唔是干那新人先服侍耶稣，咱每一个人要学习来服侍耶稣。请教您吼，这张图的头路是啥物头路？这张图。这个人在做啥？盘锅啊，对不？端盘子的，盘锅啊的头路叫做啥？我先英语，维根是咧等的啊，应该是 server 等的，服侍是 serve， 咱是 server 是电脑 ，why？你话像英语那也要用 waiter， 那不爱用 server， 那么属于个人知吼。你唔知哦，出头的，你无书知影，你唔知，安尼有搞无？Why wait？ 我甲你问讲，你若甲一间餐馆，你坐落来，服务生来你的头前，伊马上替你去捧菜，还是伊先徛伫你遐？你等啥？定。You wait before you serve, correct？ 你先等，人客还无点，你咧无用啥？
你走去灶骹煮一大堆人，我无要食你，你要创啥？所以 wait before you serve。所以先要做牧师以前，一定爱先祈祷，爱听候，知影主对伊的心意是安怎，伊才照主的心意来服侍，安尼才袂乌乱舞嘛。哦，家己想家己好，啊对做哦。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咱若毋是自杀，当时要死，上帝决定，安尼讲对无？我自杀家己决定嘛，我要死我就死嘛吼。啊若无上帝决定，啊若上帝足好心，甲你讲哦，你对我遐好吼，互你决定啦。啊，你要当时死对你上有利。100岁，100岁好，100岁。当然你要当时死对你上好，你会当甲上帝讲啊，我毋茫当时死对我上好。代志做了才要死，做袂了毋愿死好。要人想要当时死上好无？破病以前哦，要好好啊死，无爱破病啊死。啊，这是病人安宁疗护法的，是毋是？还佫有人要讲，你当时死上好，当时死对你上有利啦。但是，作者面向，啊，你想一个我想，那个上帝讲，你来讲，上帝叫你死你就死啊！上帝讲，我都要叫你决定啊！我决定要对啥？你决定要做上帝话，这无答案啦吼。啊，上帝讲啊，互你决定，你也袂晓紧，少年看下你，困的时哦，这叫做好死，困到死吼。我甲你讲，我生的迄阵很死上好，谁人要生的很死哦？因为很生的很死，无机会搁犯罪啊，敢毋是？你捌想即个问题无？我讲生了拢袂搁犯罪啊，就生前期担当，啊去上帝遐，啊毋是上好，啊是安那？即款人真少。你感觉看一个牧师，哦，圣父、圣经啊、圣阿妹啊，怎样会死？真少啦，差不多无吧？你感觉看，毋捌嘛？啊，准一个牧师有即个文书，你要互说？很细啊！哦，你圣父啥？阿妹啊，就去天国，拢袂搁犯罪呢。啊，第二阿妹啊，第三个讲牧师啊，我倒来讨论看卖啊。哦，迄真准诶，一个是。你捌想即个问题无？你已经得救，是安要搁留伫遮，因为上帝爱用你，这叫做 self to serve， 即句恁会记吼。咱已经得救，是安尼啊活伫世间，就是要学习服侍耶稣。透过咱的服侍，别个人有可能因为你也来得到耶稣的救恩。所以服侍耶稣足重要。咱每一个人拢已经受洗，敢毋是受洗人遐手，已经受洗，哇，差不多拢做啊嘛吼。啊，受洗了后，啊，即摆你还活着还袂死，你敢有咧服侍耶稣？还是你伫遐咧毋知要创啥？所以，即个题目毋是干那是学生，毋是干那牧师，是今仔日在座每一个人拢爱问的问题。上帝哪毋互我去天国，我搁活伫遮？我要咱服侍耶稣，我讲哦，你 wait before you serve， 敢毋是你爱知影耶稣爱你创啥？啊，无你家己顾吼。遮有两个姊妹啊，啊一个坐伫遐听耶稣讲话，啊一个伫灶骹无位，啊因拢是马英九的村里的人对无？伊感觉先是拢同一项家族的吼，一个大姊叫什名？马代，啊妹妹，所以拢嘛家庄的人吼，啊弟弟的，哦，迄是领养的，伊姓拉的吼，啊所以。叫用啦，所以即三个吼，你看即两个姊妹啊吼，拢咧服侍耶稣，总是服侍方法足无共款。一个啥物拢无做，坐伫耶稣的面前，啊一个伊走骹舞来舞去，啊一个坐甲袂记你去斗骹手，啊一个舞甲金毛就好啊，对无？有无？这个金毛拜，玛利亚就是咧位，咧听候。你看耶稣面前拜拜，不能前做拜拜。你要知影耶稣即摆咧想啥，伊需要创啥。所以玛利亚有 wait， 伊咧听候。马大看到人起来，较紧去走骹，对无？
伊哪知影耶稣迄天心情无好咧？你知耶稣去马大马利亚因兜的时，伊要死以前一礼拜，要死以前一礼拜，而且伊已经知影，伊即届去耶路撒冷无法度阁活咧。甲你问一个足简单的问题：若是你感觉最近胃口无好，去即个林口长庚医生甲你抽过，甲你问讲后礼拜，我甲你讲报告。后礼拜你坐医生甲你看看讲，你爱食啥尽量食，你爱佚佗尽量佚佗。你听了会爽的。医生你咧讲啥？你甲我讲报告啦，我是咧看报告，我都拄拄尔。讲你哦，你肝癌第4期啦，哎呦，夭寿哦！以前拢毋知，以前一礼拜，差不多就死。请问你转去食会落去？无心情啦。耶稣差不多是安尼，你知我咧说，伊知伊无偌久啊，马大去走啊，哦，要煮大顿。耶稣讲，我无心情食，你毋知影，我目前需要啥物？所以服侍以前爱先了解，安尼讲对。玛利亚毋是无服侍，总是伊较注意讲先了解，耶稣最近感觉哪，伊爱我做啥物，才去做。所以，这个小妹玛利亚渐渐坐入耶稣的头前，伊就是 waiter， 就是咧等。马大咧，呜，到起5摆，对无？因为12点到啊，饭还未煮好吼。小妹啊，佫别大人吼，叫无坐伫遐对无？起5足摆吼。所以咧，耶稣伫遐，马大伫遮，伊是无闲甲人用麻烦吼，这个马大用麻烦个吼，起早先吼，玛利亚咧。听甲真专心，袂记去帮助。马大的重心是 perform 服侍，玛利亚的重心是 person 服侍。这两字出来啊吼，两个拢是 P 开始，一个是服侍的侍，一个是服侍的侍。所以今日我的重点，互恁知影讲，到底咱伫教会要甲主任学要参加失败，迄拢是服侍。服侍甲服侍差伫无共。事情的事跟人徛伫庙的边仔迄个事，台湾话会使无分为服侍甲服侍。即个侍日本人较特定，庙事人徛伫庙事的边仔，就是真尊敬。伊伫遐咧听人讲信念，爱我创啥物，所以我感觉即个事比侍较重要，就是 waiter， 事就是甲代志做好啊。迄个师就是讲，我甲人的意思了着，我才去做事，毋是我做事哦，我先服侍，然后再服事。所以今仔日咱要来讲即两字啊，啥物无共？那用甲方用一字甲考起来叫做服务人吼。咱来看，在圣经彼得前书4章10节，逐个人照所一个分数彼此服侍，咱连用圣经无用日本人用迄个师，差不多拢是服侍。总是你若甲圣经内底有一寡字应该是服侍较对，有一寡字是服侍，所以我甲你讲，可能若会人甲分出来，安尼咱会较清楚。即个彼此服侍，伊的希腊文diakoneo，咩意思吼？这是属服务啦，暗时转来头家甲。事后等我食了，你再食，即个就是即个第二个内容。事后吼，服侍人叫做博，就叫做第二个。即个第二个就是呢，英文叫做 minister servant 吼。咱的执事是为即个出来吼，deacon，英语用 deacon，就是教会服侍的人啦吼。牧师嘛是用即个 minister， 咱有两个英语吼。所以牧师甲执事中级啦吼，拢是罗博。拢上帝罗卜吼，服侍，即个耶稣的妈妈甲即个用人的服侍的人讲，伊甲恁叫你创啥，所以即个伊甲你讲啥，这就是为听后伊甲你讲，然后你再去做。你做的代志叫做diakonia，这是咱做 ministry， 是 service， 这就是咱做的伫教会所做的代志，就是即个。今晚要讲即个动词吼，diakonia， 伊叫做 咱的动词 intransitive， 不吉物，有单吉物，佫有双吉物，
这咱中文吼，中文就较无效，英文就叫做，伊后壁若爱带物件，无你毋知伊咧讲啥，迄就是要有单字语。后壁若毋咧讲啥，你知伊咧讲啥，迄就是不及物。后壁搁爱两个物件，你就知伊咧讲啥，迄叫做双及物，安尼知无？吼，即个字就是双及物，爱注意哦，即个服侍即个字就是爱两个物件，即知伊咧讲啥吼。比如讲，我举一个啦吼，I sleep， 我咧困，你后壁拢毋免讲，我知影你咧困。即个困就是无基本后壁毋免有讲啥吼，我咧困。若讲你摕一本册 ，carry a book， 即个摕就是一定要讲你摕，你就摕啥？你摕碗、摕笔、摕册、摕物件，对吧？后壁迄个就是伊的基本，伊后壁一个物件。若是互人迄个互咧 ，he gives her back。伊互伊一个地仔，即个互人的即个互，后壁定仔讲，伊互因某，伊互因某啥物物件，无我毋知你咧讲啥。伊互伊一个地仔，伊互啥物人，咱知意思。即个服侍吼，就是双极有，所以后壁是你甲服侍啥物人，你替伊做啥物代志，安尼知无？所以遮着有两个，两个是你着看你的重心。是事还是人，就分两种态度啦。马大甲马二就是一个重要是事甲做好，一个重要是人的意思先来了解，然后再去做事。所以马大甲马二都代表两个无共款的态度啦。所以即个北部，即个弟仔，这就是直接受事。伊吼，伊互伊太太，伊互即个查人吼，伊互伊一个弟仔，这就是叫做间接受事。所以即个动词后壁都要有。直接受事甲间接受事吼，你的中心若是肯定直接受事的，就是服事，代志做好，事甲本。你的重点若肯定即个间接受事的，安尼就是叫做服侍，安尼知影说。吼，迄个人吼，人较重要，事毋是较重要，安尼这是对象。你是服侍上帝还是服侍人？你若重点伫遮个是，你着较会等啊。人就表示，伊表示你再去做吼。若代志做，就是到尾就是暑假就是爱做啥物校几校啊，这就爱做，毋免祈祷啦。吼，反正旧年做，今年就做，都逐年拢甲做落去。这就是啥？事做好就好，人就无要紧。所以上帝今日叫你校几校莫做别项嘛，无一定啊。总是咱讲，教会就是安尼啊，就是安尼啊，一直甲做落去吼，立落去直直做。敢若讲马大讲，人客来就是请食饭啊，吼，伊胃口好无好，迄是因兜的代志啊。我是主人家，我当然是爱请旁派啊，吼，就是我家代志做好就好嘛。咱有当就伫即个会产生无共款啦，吼。你甲看即个，就是咱今日圣经。马大事后的事真济，就乱，甲耶稣抱怨，讲阮小妹放我一个当家事后，你敢无伫？即个事后，就是伊重要是即个事啦，即马大吼，直接受事，所以就讲服事，马大服事的事济，吼，这用即个无对，吼，服事。若即个，咱用北京话做来读来。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为头到尾，耶稣无讲即个人做啥物代志，要注意。若有人服侍我，我的爸爸会尊重伊，对无？所以耶稣的重点伫即句圣经是对象，毋是做啥物。你伫教会无管做啥，你若是替耶稣做，即句就合吼。若有人服侍我，所以即句中文用即个词，我感觉就无足恰当，因为即内底拢无讲啥物代志，干若讲你甲啥物人做。所以即个对象较重要的是，安尼应该即个词要改做三，因为间接受事较重要。所以若有人服侍我，军队我伫倒咧服侍我的人伫遐。有人服侍我，我会被尊重伊。所以安尼讲起来，无共的圣经的前后，你会当了解讲，到底重要是对象还是事项，就会分开。
啊，一个服侍主的人有当仔会滑倒，啊，咱用即个耶稣甲彼得的故事咱来看吼。耶稣栽培彼得成做牧者，你听咱的圣经，因食早顿了后，耶稣甲彼得讲：你听我比遮就是遮的鱼啊吼，也是遮的人，你听我比遮较深嘛？伊温柔甲耶稣问：你听我嘛？然后，遮若是鱼啊，就是你甲我的关系比你掠的鱼啊，倒一个较重要？成就啊，也是关系。简单讲就是讲，若是讲彼得去传福音，敢若迄个腓力伫撒玛利亚，足侪人信主，100个人洗，哇，达到了欢喜感，拢是圣灵。甲腓力讲，安尼好，你走去加沙族，即摆咧受台呀。伊讲，呀，什么？遮足侪人，足侪无道友呢。遮我一个讲落去，报道了几啊百个人关一洗咧，哎呀，遐无人遐抗议啊，是遮尔我都无。你叫我去遐，毋是讨济我的性命的，我袂去，我踮遮后搁较好，安尼规日就是用代志做重视。我倒位传福音，倒位较侪人信主，我就去遐传。啊，耶稣若叫你去遐传5当我无半个洗咧，你要去？还是你连个经靠效果？所以你就知影讲，对象较重要，还是即个事物较重要？腓力听圣灵的声，走去无人的所在，结果一个非洲的乌人的即个财务部长，一马车要转去，啊，伊伫遐来听说，咱嘛毋知影这神是福音，有因为安尼入去非洲的第一个，但是这足重要。虽然迄敢若一个，啊，即边可能100个。所以你就知影讲，你是用迄个时间做中心，还是用主的心意？我伫和平教会做牧师的时，差不多1年4摆洗礼，一摆拢有10几个、20个要洗礼。有诶毋是我甲团员伫排队，就已经准备要好啊，就来台北读册，就再问牧师啊，我要洗礼，我真欢喜啊，对无？啊，退伍了我走去当少年，2当才2个洗礼，安尼有够衰无？我共款安尼讲道理，我也无较面大胆大。我拍拼讲，2当2个，啊，一个搁破病死去，算剩一个。啊，你宁可经历，拢较软土，啊，是讲上帝就叫你去遐一世人可能无看会洗礼，你要去无？安尼你就知影讲，你是服侍主还是服侍主？你若看迄个 result， 看迄个结果来决定的是，安尼你是服侍者，你毋是服侍者。服侍者效果好歹，我尽量做就是啦。效果歹，上帝爱我去遐，我就是去遐嘛。你知影？基督教福音传到即个土人的所在，包括南美洲啦、非洲啦，第一批去吼，拢开喙了未开，就去互人真社死伫遐。迄批人无去，福音无可能。一世人连开喙都无机会哦。坐船坐到遐，迄土人伫树林内底看到迄白人来，真应该社死。啊，尾来因某搁去，因囝搁去，慢慢才开始有信主。所以咱毋知影。咱的主爱咱做是啥物款意见？你一定经效果较好，对无？啊，你若学会晓服侍即个是，你就问主，啊，你就无关。所以耶稣讲，彼得，你听我比食还较深嘛？了解意思无？你听我较济，还是你听即个结果？你爱我比这些，伊该温柔该问哦。啊，甲问3摆，第1摆，伊讲我听你。第2摆搁听，第3摆搁甲伊问，啊，结果彼得就安尼艰苦。因为安那，伊等2工前，伊就3摆毋认主，搁救抓嘛，啊，主第3摆。然后主就讲：你听我，总是我无啥物欠亏。你若听我，你就饲我的羊啊。啊，这就是是人伊啦吼，训练出来人，就是要服用主的灵魂嘛，敢是？你听我，总是我爱你，你饲我的羊啊。所以这是一个交托。主，即个足重要，就是交托互一个2工前才救抓毋是伊的人，这是足特别的。普通，你若总讲捌互一个人甲你陪伴过，后摆你要交代的代志，你嘛会考虑考虑。
你已经甲注过一摆对无？啊，伫遮足清楚主耶稣冒险，佮甲即个捌毋认伊的彼得来讲，你若听我，虽然你捌失败，虽然你做唔到，你求着我，总是我欢喜甲我的囡仔交代。这第二个吼，伊甲 entrust， 你是我的囡仔。from end to end， 我要讲吼，本来耶稣呼召彼得，毋是要叫伊饲牛啊，要叫伊掠鱼啊，安尼讲对无？彼得的专业讲饲牛，毋是啦，伊专业是掠鱼嘛。所以得人如鱼，渔夫掠鱼啊，甲饲牛啊，足无共。你知影掠鱼啊，敢若一件代志，掠起来就无代志啊，因为无得食去，啊无得摕去卖。掠起来鱼啊就死去啊嘛，对无？牛仔无共，因咧饲牛仔吼，毋是要食牛仔肉，饲牛仔是要牛仔毛，你知无？所以牛仔足麻烦，着爱顾啦。吼，鱼仔毋免顾，你知无？鱼仔是负责捞进来吼，你掠入来啊就结束啊。啊，饲牛仔咧顾，啊牛仔佫足麻烦，牛仔4支骹，啊无只2支骹，所以拢走私牛仔，你知无？啊，100只牛仔，100只乌乱走，啊，做顾牛仔加足艰苦。所以，伊一定要听主，耶稣基督，必定改变伊的工作。本来是得人如得鱼，对无？啊，变做为我牧羊小羊。对我来讲，就是讲，若是一个牧师，伊足有本事，开布道会，真侪人来洗礼，迄就是渔夫啦。哦，甲人救来对无？啊，即摆鱼啊捞到安怎？安那变牛啊？甲要求啊！我掠做是掠鱼啊！你知迄个意思无？即摆掠入来，毋是要食，毋是要卖，是要照顾。所以传福音宣道是渔夫，敌人敢若伊，总是牧者，就变做牧羊人，你知无？就爱顾遮的老散来了。啊，这是完全两个无共款的态度。啊，所以你要知影注乎你的生命，即摆你是要做敌人咱敌去的，还是讲你要听主来顾遮世界牛仔？我觉得那个想法。迄个重心无共款，所以伊交代即个代志，奉献土地，掠鱼啊愈侪愈好，啊牛啊愈顾愈侪愈歹命吼，愈歹顾吼，总是付出啊。最后一个，咱注意来看吼，彼得已经讲好啊，耶稣甲伊讲，我甲你讲吼，少年的时吼，你家己凊彩要拔刀啊、拍走，老的时别人会拔你，啊去你无爱去的所在，即句实在是。莫讲较好啦吼，因为作者后壁发觉讲，耶稣是讲彼得要安怎死来荣耀主。我毋知影，耶稣若甲你讲你要安怎死来荣耀主时，人甲你绑去你无爱去的所在时，你看人主讲，我嘛较好死的，我即世人嘛无得罪你啊吼，安尼敢好？头拄我讲主甲你问讲，你要安怎死上好对无？主若互你足歹死的时，你敢欢喜？因为必定伫足歹死的内底，最后阳光上帝是用伊的死阳光上帝。所以必定是一世人服侍，包括伊的死亡，伊是用道德性质为主死。所以为生甲死拢服侍，伊甲伊提醒勉励吼。顺服主的带领，甚至一直到离开世界，所以才有3个伊吼，甲伊温柔甲伊问，信任甲伊交托，啊，佮甲伊鼓励，互伊活活活死，拢会当服侍主。英语 will 意志后壁加 FUL 甲加 ING 都无共。自由意志 willful 就是讲，恁要安尼就是安尼，就叫做 willful。啊，威廉是讲，我要安尼，总是主啊，你若要安尼，无要紧，我照你安尼。所以坚持甲愿意是两个完全无同样的态度。你若是一个 server， 敢若马来，就是坚持，人客来就是爱煮食。你若是玛利亚，你是 waiter， 你讲虽然我知影人客爱煮食，总是我欢喜先听候，到底你爱我创啥，我来创啥。所以。即个听候，即个欢喜听主人的声，这是有威严。咱伫教会嘛是共款，定定咱拢willful，
你足听主，总是照你的想法伫教会咧舞。别人若无照安尼，你就甲伊拼生死。一定爱照恁爸方法做，因为我教会历史上久，我有读过新人医，我安那，所以拢爱听我。即款伫教会是足热心，做足热代，总是伤害足济人，因为伊是威武，伊无爱威灵，所以若是爱威灵的人，毋是无意志，总是伊会伊会听到主的意思安怎，伊会坚持家己的意见，这就是为服侍甲服侍。我今日互恁的题目是服侍耶稣，毋是服侍耶稣，毋是毋好做代志。是要做代志以前，先等一下，先问一下，我欢喜顺服，安尼即个服侍就足水。咱伫教会服侍啊服侍，你若服侍主，你就先体贴主的心意。彼得甲耶稣，我即个即个对话，在你会记入去。耶稣伊甲伊考其中考题敢若2条，第1条就是人讲我是罪。学生就来讲你是亚利米，你是以赛亚，你是迄个先知。耶稣讲好，拢对，拢有分，所以大家拢有分。第2条讲你讲我是罪，你缀我3年半，你敢捌看？迄个学生惊着，无人敢应，伊直到问答应知无？伊就讲，我知，好，无你讲，你是演化上帝的子，你是基督。伊几啊摆拢毋着即个好高明，伊讲着。耶稣讲答对了。有奖，什么奖品？首饰一支，天国的首饰。你若摕到天国的首饰，你是真烦恼还是真爽快？烦恼啦，因为你有责任啊。你要互什么人入来天国，什么人入来天国，你爱负责任。有诶时阵真爽快，好，恁爸有天国的首饰。我当时要入去，你记。你真趣味，天主教就认为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父，讲几句圣经。咱基督教讲毋是，这是责任，毋是特权啦。Anyway， 彼得得到耶稣的鼓励，佮答案着伊当安尼正怪怪的是，耶稣讲你知影弥赛亚做啥物代志？彼得观念弥赛亚就是来做王统治世界，当然伊若做王，恁爸就是做宰相啦。我地底上久的啊，安尼我嘛加减有好处可以捞嘛耶稣讲毋是，弥赛亚互人配出嘛。互人虐待，互人欺负，尾后互人等于受苦，就看我死得真艰苦，真歹看。伊就讲弥赛亚毋是安尼啊，我读的主义都无安尼讲啊。弥赛亚就是来统治世界万党的王，安那我可能，你若安尼我要安怎？我第二，你做王，我做宰相，你若去互亏损了，我嘛爱互亏损啊。所以彼得讲，这事绝对不能临到你身上，这就是彼得不由我。因为伊对弥赛亚有一定的观念，伊无法度接受耶稣来讲另外一个受苦落恶的代志，所以耶稣来讲一句话讲你无体贴上帝的意思，体贴人的意思。彼得欢喜为主做代志，总是伊无体贴上帝的意思，所以就是伊是服侍，无服侍啦。约翰16章第2节，耶稣讲：人甲你赶出会堂，甲你抬掠做死服侍上帝。迄就是扫罗拍拼掠基督徒，抬基督徒，伊掠做伊咧服侍上帝。所以无了解的日本有足侪教会同工就是安尼，伊伫教会负责，足认真做，总是伤害足侪其他的同工，伊毋知影伊掠做伊是咧替教会做。所以你若无服侍，敢若伫咧服侍，结果伫教会带来是伤害。我举一个例，咱若讲旧年的学几学校，咱一个长老负责，伊就伊有读过教育硕士，伊知影安怎做，过去做啊足好，伊就开始招咱遮青少年来做老师，做遮助教安那，足人嘛足欢喜来，做总是有一寡落册啦，迄囡仔嘛，有当这做无，迄做无好，即摆结束了后就检讨。我今年安那明年做较好，即长老就做较好。你就是安那你迟到吼，你就是安那你无准备安那，大家就足艰苦心。明年要搁叫遮青少年来，大家毋敢来，惊嘛死。
代志做好有，啊又要求有，总是伊不知不觉然伊伤害足济，开始要服侍。所以教会代志是毋是师比事较重要？换句话讲，有当啊为着要栽培同工，一寡代志你无法度照你的标准要求甲遐尔完全，啊用阮淡薄仔突出。咱的教会是直接讲无囡仔，有诶教会礼拜有诶囡仔才来走，爱动。刚才耶稣老师讲，哎，你当啊惨，我要听耶稣讲道。耶稣讲，互用囡仔来我遮，唔好甲伊管。教会若较先家庭，较重要是讲，我讲即句话，我做即样代志，敢会上着？我讲，你是人较重要，还是事较重要？服侍甲服事，伫遮就显出无共款的态度，甲伊的重点。这就是扫罗。耶稣无法度，只有用大光甲伊笑，互伊跋落去涂骹，扫罗才改变着。啊，若有一直武器啊，伊掠做伊咧服侍上帝，啊，事实是咧对付耶稣，咧对付上帝。服侍人就会造就人。这就是耶稣基督做完晚餐，明仔载，因为就要死啊！明仔载，结果伊就替学生洗骹，伊甲学生讲：我是恁的主，恁的先生，上请甲恁洗骹，恁着爱彼此洗骹。所以，你服侍人就欢喜做足卑微的代志，啊，互人的骹洗互清气。啊，若足爱读册人，无一定会服侍人，因为读愈侪册，有当啊是愈放风的。听心才会造就人，所以即个服侍人主要是对人的听心。啊，言语讲，那你是拍杀、love、music 吼，拢是 up， 总是一个是泡，一个是 build。泡芙就是泡芙啦吼，你若去买面包店吼，外口真水内底无半项吼，啊，煮一块白白高高的，人才爱食遐，那个泡芙啦。但咪叫做好看头啦。外口虽然讲内底无听心啦，啊，总是来听心的，会当甲人建立起来。即个 top up 就是碰碰，啊，水鸡啊上头碰碰叫做分鸡龟啊。啊，听心就是当若要杀着你，甲救一个，听心。即个较有效啊，即个分鸡龟无效，你分甲一个鸡龟足大个，啊，就毋好去插着电啊，啊，或者碰一个消防啊。咱台湾娶某还无即个礼，有当啊美国开始玩的叫做洗卡礼，因就是要甲即个耶稣伫最后晚餐，伫因的婚姻的时。所以新郎甲新娘洗骹，新娘甲新郎洗骹，意思是讲结婚了后，我欢喜服侍你，我爱知影你爱啥物，我替你做你爱我做的代志。安尼，这就是听心。啊，这个听心，这个婚姻就会幸福。哦，啊，所以讲我安尼做，啊，恁就照我安尼做。咱定下当作讲，迄是伫教会。总是你若应用伫家庭，我想嘛是真好，敢毋是？哦，用听心互相服侍啊，这是。细汉囡仔互服侍吼，我今仔日足特别，开始礼拜是，恁是一个是国小还是国中的查某囡仔伫遮弹琴，对无？国小吼，我知差不多读几年，3年是无？国小3年，我感觉吼，恁教会安尼足好，因为和平教会吼，音乐系。无机会输去，安尼知无？因为和平教会内底迄音乐教授一搭排袂了，所以读音乐系伫和平教会连门都没有。伊都要去别人教会，规礼拜拢会输，规年拢会输去，你无人会晓弹琴。所以伫即款教会上帝互你足侪温顺的人的时，你敢捌考虑着栽培？后一代，啊！伊咧弹有当来突出，你知我意思？新手嘛，啊弹了袂足好势，总是恁教会敢会当，啊今日看到你来，我就甲算讲，这个教会袂歹，这个教会欢喜吼，即个少年仔有机会，伊毋是为头大甲尾啊，总是有机会。啊，我上感动就是我伫台东看一个原住民的教会，国民校一个事情，边仔一个初中咧伫边仔咧甲献谱，后壁是师母徛伫上后壁，用一个迄个。希望咧甲伊弹伴奏，啊，我足感动。我老师讲，啊，你哪会晓安尼做？伊讲嘿啊，因为阮后骨拢有一个囡仔去学琴，
当然爱甲栽培啊。所以服侍其中一个就是讲栽培人，啊栽培人就是爱用鼓励较济，用接纳鼓励，啊伊做啊无做好势，莫甲计较，伊就愈敢做着，啊愈做着愈好势。我这吼，即个教会吼，咧服侍中间，即个细汉囝，吼，你要互伊分数，咱若发骨嘛，发骨出来甲伊发展，发展了爱甲伊发挥吼，这三个D。教会人安尼做的是，咱就是咧服侍主，主爱咱栽培下一代，搁较少年的，啊伫教会就代代一定有新的人出来吼，这嘛足重要。所以咧，最后我来讲，咱才有一个良性循环、良性循环。咱伫教会讲，我要服侍主，所以讲你若要替我做代志，你爱知影我爱你做啥，所以你先服侍主，然后你才有法度做爱你做。啊！你要服侍主，主讲吼，我啥物拢无需要的，我的心意敢食，你替我饲我，所以你服侍人嘛。啊，伫咱教会讲，咱爱去栽培少年的，啊，咱爱安那吼鼓励搁较侪人参加服侍，所以即个服侍主来讲无难去服侍人。啊，服侍人咧，你着真正互有机会做，真正帮伊解决伊个问题。安尼，敢若嘴讲无效吼，听我比较较深，你服侍人，主讲无，你若服侍人，你着爱真正去开做。这智慧是一个啊服侍人，所以你看才有一个循环，服侍主就爱服侍主，服侍主服侍人，服侍人就服侍人。耶稣讲，你若去服侍智慧是一个，你就是做伫我的身上。啊，即摆就去转来，就是服侍主，服侍人就是服侍主吼。所以安尼啊，这个循环就完成。这足清楚哦，头前这个甲这个是。一个是服侍，一个上主。哦，这个事你做伫智慧神的兄弟，就是做伫我的身上，就是这个。所以咧，服侍主甲服侍人，这就是疼心的关系；服侍人甲服侍主，这就是行为的实际。所以咱伫教会中间，咱嘛袂使讲啊，我著干那注意服侍，无直接去做代志，安尼嘛无效。所以咱著爱有疼心的关系，嘛著爱有行为的实际。安尼咱伫教会就真好势。今日咱是新人年纪啊，主日当然咱毋茫新人年栽培出来所有的新人先毕业了，是一个服侍主的。因为听主，所以来听教会兄弟姊妹。啊，若咧咱直接栽培，就互我知影恁教会即摆开始咧栽培小组长着。啊，你也知影，逐个小组长因有无共款的背景啊，无共款的需要，甲软足啊。啊，你安那，互伊知影，就搁甲鼓励，甲伊接纳。啊，互伊开始有信心，开始跑拼去做，毋是讲啥物代拢牧师去做，这就对。所以我讲新人年的纪来主日，毋是干那，这新人年奉献，这新人祈祷，啊然后吼新人出来，逐个牧师讲好牧师，毋是。咱嘛知影讲，咱每一个人，今日在这里，拢是咧服侍主的，毋是干那新人年啊，希望咱替主做代志以前，有 wait before you serve， 咱先用淡薄时间祈祷，用主的心意。即摆伫连拿头教的，你爱管做啥？啊，我无willful，我就是要安尼做，我有willing，我欢喜，才有注意安怎做去做，咱安怎来记？主，我感谢你，今日是新人主日，阮少爷伊替台湾设立3千新人，我俩看见。是若先受接受出来，服侍主，服侍教会。我若毋茫，阮兄弟姊妹，毋是干那替因祈祷，毋是干那替因奉献，我嘛会当个人的款式，欢喜诚做一个服侍主的人。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耶稣讲，这个事做伫智慧上，就是做伫我的身上。你若安尼，我的爸爸尊重，真少吼，做人做较好。咱上帝天父尊重，所以咱若谦卑顺服，天父甲你尊重。毋嘛，咱逐个人到天父遐，天父讲我尊重你，因为你即世人是服侍我的。咱要任何的时光，咱服侍，咱家己，咱做咧，咱站起来好无？主
主耶稣，你家罪我主张，主从我困顿，主耶稣我刚好在意那苦那甘甜，我刚好在意那苦那甘甜，我刚刚听伊祝福那给你，予我的地，那地水我刚好在意那苦那甘甜，现在伊永远大所听因，伊属我先本的。每日路径的路径我刚好在意，那甘甜，我刚好在意那苦那甘甜，我刚听伊祝福。那给你，我的地，那地水，我刚好在意，那苦那甘甜。就这基督，你家己基督，无管伫厝里，无管伫教会、伫社会，咱拢要做代志，你会当反省家己。到底你是掠家己的意思做中心的拼，还是咱会当考虑对方的需要、对方的意愿？特别咱无论做啥物代志，咱的对象是咱的主，咱要服侍主，咱一定爱学习为了我变做为了，安尼你就会去到天父的尊重，天父爱你去注意迄个至美细节，去服侍伊。特别咱教会。拄则信主的，无得有，咱的幼弟，咱的这细囝，就是主来咱服侍对象，咱好好来来服侍，也看见主的尊重咱，祝福咱的教会，咱下头对家己祈祷。所以说，你嘛，彼得讲，你听我比遮会较济嘛。反正我到阮的内心来用主要我听你，我听你比所有的一切较济。虽然阮可能会拢正会陪伴，会孝敬你，总是你犹原欢喜交托我，特别是你甲彼得讲，你喜欢的样，谁家样啊？我放在阮，你服侍至于说一个事，我会当体贴主的心意，来甲伊栽培、来鼓励。特别阮对西人研修做这个新学生，拄则毕业派来教会遮个少年的团队，我们用听主的心来听，来鼓励，来接纳伊。我伫遮受栽培、受造就、受肯定，放在阮，无管阮学活学死。主啊，我这世人真做服侍你的人，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请坐。这是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请顺利达到。
线车是报告的时间，请各位兄姊妹会当点开手报来看来念。刚刚属龙的部分，请有关的同工来记，下礼拜有轮到服侍的同工，请来家己来记，请家己来看，聚会因素甲奉献的经验，也是请大家来看。我来报告部分消息的部分。第一点，今日咱神的纪念主日，咱搁一摆来感谢蔡活动牧师的信息的分享，请祝福蔡牧师一个福啊！请各位时间姊妹来继续为着咱神的事工来推动，机会来带动甲奉献。第二点，下主日下晡的1点，幼儿园董事会请有关的同工来举办心来参加。第三，本会有定伫3月24、31号下晡的2点到5点，来举办幸福小组的训练。是本堂的总牧师来做讲员，所以请大家当到广播来报名。过来，小会管理为着互各位兄弟姊妹更较清楚，所以咱即摆将建筑基金已经经营为教会修缮的基金，建堂的基金已经更改叫做教会中建的基金，所以互即个要做的事工，互大家开始会更较清楚伊的用途。第5点，北中的西区的联合受难礼拜是定伫3月29，拜五的暗时8点，5个教会来举行。所以各位兄弟若是要参加，请同款伫公户来登记。到下礼拜截止，所以请来登记。第2点，本会是定伫3月31日来举行清明的追思礼拜，所以请有需要的兄弟来提供要进行追思的遮厝内底人的相片的电子档，以利来制作遮的 PPT。同工是台华语的联合的礼拜，请点开第1面吼。过来嘛是共款是3月31号，搁偌济当天的上午的7点，咱共款伫乔大土地遐，林口乔大土地遐有举行早年礼拜，邀请各位兄弟来参加，是上午的7点，请要参加的兄弟当伫公布来报名来登记。因为东港有准备早场，请大家来自行前往。东港是联合的圣餐礼拜。搁一个东港有，若是有兄弟要受洗，请来牧师以及干事来报名，要安排只要专业课程。东港搁一个联合礼拜，东港有准备爱餐，所以请大家爱会记个。来自备餐具，来享用。第9点，北中的妇女事工部是4月24、25会举办第47届的爱修会，所以邀请各位姊妹来报名，请来周庆如姐妹来报名。牧师要补充。接下来补充人项报告，就是第一项，就是第3点迄个幸福小组的训练哦，就是后礼拜开始哦。那这个幸福小组的训练，就是为着传福音的事工来准备哦。所以所有的教会会友拢会当参加，就是咱若是你感觉是要服侍耶稣的，毋过你毋知影要去服侍吼，咱邀请兄弟来参加，就是参加过程中间来牧师。要说明怎样去传福音，用传对方式去传福音嘛。所以后礼拜以及后礼拜2个礼拜拜一个下晡来有2场
训练啊，邀请姊妹，咱你唔知影，无要紧，咱来参加啊，然后过来去分组，过来去分配工作，安尼吼。第一项就是关怀的消息，就是咱姚义军的执事的听哥吼，就是姚慧欣，兄弟第3月11号已经伫主内面安详吼，咱请为着家属来祈祷。就是家属以及教会决定伫3月23拜六的上午8点伫立志桃园武馆武行对书礼拜吼，那邀请大家来做伙来参加来安慰家属吼。啊，这个部分分做2项，就是第一项就是报名有2张迄个名单吼，第一张的就是去参加桃园的。会发礼拜了后，若是转来的，就是第一项是报名的迄张吼。若是你想要缀去平安园拢总完成去转来的，所以你就填写第2张报名表吼。那希望大家会当伫主的内面三甲用祈祷用关心来关怀所有家属吼。好，以上报告。多谢牧师的补充，所以牧师拄讲到是第1点，关怀台岛的第1点是姚伟新弟兄的3月第3就是下礼拜的追思礼拜，因为即摆伫后壁公布若是敢若搭1张，所以伊是分开第1个是去殡仪馆进行追思礼拜，第2个是伊爱全程参加伫墓园遐，所以爱另外搁订。即摆会搭2张的即个登记，请各位兄弟会当多去用心来去登记。好，目前的报告，请家己咱即摆家己来看，若是有毋对的数字，请来搁较会计来更正。哦，就是咱来读本周的金句，本周的金句是马可福音的第10章45节，请咱同齐来读2遍。因为主啊，是被这样被我这样，都很也是想来学会这样。因为主啊，是被这样，被我这样，都很也是想来学会。就是请咱同齐来吟上用的诗，上用510首。上用510首，因此说，请作牧师替咱来祝祷，请起立。正是相当感动，甲咱每一日三合伫咧。话咱即世人因为听主、服侍主、欢喜服侍，只为世一个。对即条气，就靠咱的主过来时。阿门。
大家咱互相来行平安的。我说呢，你们现在很有口福，因为我昨天送了2箱小香香。